伫咧南投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到当时70周年啊，因也对即马到明年要举办这工艺绕境活动，和工艺知识迁入到各县市，甲工艺发展讲互各地头的民众了解。 全世界关注的奥运会，台湾代表队的清查也真讲究。顶个月咱参加巴黎奥运的台湾代表队，因的服装展现伫民众面头前，结合台湾山脉海洋的设计理念。会有做衫的技术，是因为咱人有穿衫这款生活需求。透过时间累积，渐渐发展出服装工艺。有路有台湾味的设计，展现出属于台湾的美感。生活中大大小小穿的、用的，拢会使讲是一种工艺的展现。 工艺甲人类的生活关系是真深。咱困的眠床，吼，咱坐椅啊，吼，甚至咱食饭的，即个箸嘛、小象，吼，筷子，吼，这拢是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伫咱人类有史，吼，开始进入到即个比较较文明的阶段，吼，开始咱知影讲，哦，要安怎去应用即个工具的时阵，即个工艺就已经得出来啊。 台湾艺术家简水玲1954年为了推动工艺发展，成立南投县工艺研究班。2010年加入文化部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。经过70个年头，工艺中心要开始工艺绕境活动，到明年中进前要陆续伫新竹、彰化、台南、台东等县市举办活动，找出各县市特殊的工艺技术，和民众认捌工艺。整个工艺的历史从 一开始，人们对于需求、实用的需求，然后一直发展到美学的结合，在地风土、人文条件的结合，在地故事的叙事，然后新的创作力的融入，一直走到今天，工艺跟当时从需求面、生活面产生，已经有了 完全不同的面貌。为日常生活到流行文化，真侪所在拢是工艺的展现。工艺也为人类生存需求发展到美学、信用这个领域。工艺联盟总会长陈启川认为，这几年台湾文化资产保存风气真旺，亲像古庙市的雕刻、插面、建筑，拢是工艺发展上好的空间。 工艺联盟总会建议政府、民间会当注心发展这部分，透过发展工艺来保存台湾的在地文化，一兼二顾。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。